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7月初5，咱做伙来读约伯记第39章到第42章，以及诗篇第1篇到第6篇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约伯书第39章，山岩中的野山羊伫时生囝，你知无？老母生囝的时，你捌看到无？因怀胎伫时9月，你会晓算无？因伫时生产，你知无？因屈落去，甲囝生出来。因的囝伫山野渐渐长大臃肿，离开就无过倒来。啥人帮野驴自由？啥人偷开山驴的锁？我用旷野互因做厝，用咸的地互因住。野驴啼笑城内的喧哗，嘛免阁听赶驴仔的人喊话。大山小山拢是因的草埔，因找逐款青翠的草来食。野牛减要甲你做工，减要伫你的巢内过暝。你减会当用扫白野牛来犁田，伊减会缀你去甲山谷的地犁互平。你减通因为伊力大就靠伊，减通将你的功课拢交代伊。你减会当信任伊将你的修行带转来，收集伫五谷场，得照拍拼铁石，嘛袂当亲像互爬起来。伊甲卵放伫涂骹，互土会烧去浮，无受到骹会落着，野兽会搭着。伊无好好照顾伊的囝，敢若毋是家己生的。伊的劳苦无成果嘛无要紧，因为上帝无互伊智慧，嘛无互伊灵巧。毋过伊一个挺身走，就铁笑马甲骑马，马的力减是你互伊的，伊用棍的脏减是你甲伊穿的。你减有互伊亲像草马遐高跳，互伊等位噗噗吼，互人惊。伊伫山谷中出力白头，等伊的威力要出发印证。伊无咧惊，无咧忍，面对刀剑拢无回头，身躯顶的钱地锵锵叫，长枪地枪闪烁发光。伊听着喇叭的声就挡袂牢，兴奋激动，向前直冲。喇叭一个弹，伊就砰砰叫。伊对远远就闻着高阵的味，听着军长的号令甲小台的话下，把迄铁石飞去南平。减是靠你的智慧，用照冲悬伫悬的所在做收，减是照你的命令。伊踮伫山岩，住伫山尖安稳的所在，对遐目睭金金，烧远远，四界找食物，尸体伫倒位，鹰鸟就伫遐。婴仔囝牵我去四会。第40章，上帝阁对约伯讲：好辩的人减通甲全能者争论，爱即只上帝，但你着应。
约伯就应上主讲：我真美色，我会当应答你什么？我用手我的喙，我已经讲一遍，无话通应。我已经讲超过，毋通阁讲。上主就对光烈啊风中感应约伯，着准备好势做一个大中牛。我问你，你定应我？你是要否定我的裁决，指责我毋对，来证明你家己是对？你敢有亲像上帝遐有力的手骨？你敢会亲像我发出雷隆隆吼的声？安尼，用尊荣威严来践踏，用阳光尊贵做衫穿，就拼出你满腹的生气。看到一切骄傲的人，就互因屈低；看到一切骄傲的人，就甲因扣落来。伫歹人的地盘，甲因吞踏，就甲因做一个呆伫涂骹，甲因拢关伫阴间。安尼，连我嘛会承认，你有气力救你家己。你看河马，我做你，嘛做伊。伊亲像牛食草，伊的气力在伫腰，伊的力在伫腹肚根，伊的尾溜翘起来亲像白香树，伊的大腿筋粗勇，伊的骨头亲像铜的管，伊的四肢亲像铁的条。伊是上帝的杰作，只有伊的创造者会当甲伊制服。大山小山攻击伊食物，田野的百兽伫遐佚佗，伊倒伫莲花叶骹，困伫规部罗德的水窟内，莲花叶甲伊压地，溪边的柳树甲伊围地。河水泛滥，伊嘛毋惊；约旦河涨到伊的喙，伊嘛自在。啥人会当伫伊目睭金金的时，甲伊掠着？还是用钩仔灌过伊的鼻？第41章，你敢会当用钩仔拖海兽起来？还是用锁扣伊的指？你敢会当用锁穿过伊的鼻？还是用钩仔钻过伊的牙槽？伊敢会一直求你怜悯，还是对你讲温柔的话？伊敢会甲你立约，永远做你的奴仆？你敢会甲伊看做鸟仔，甲伊佚佗，还是甲伊绑地，互你的查某囡仔牵咧行？生理人敢会甲伊当作商品拍卖？因敢会甲伊切一块一块散散卖？你敢会当用鱼标甲伊规身躯插透透，还是用鱼车插透伊的头壳？你甲壳看觅咧，你绝对毋敢阁甲伊拼，想要甲制服绝对无可能。人一个看着就惊甲破胆，无人遐好胆敢惹伊。安尼，啥人伫我的面前徛会牢？啥人对抗我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天下的一切拢是我的。我会当无讲即个海兽的身躯，无讲伊骨骼的水甲伊的气力。啥人会当剥伊的外衫？啥人会当入去伊牙槽的中间？啥人敢开伊的喙？用4颗铃铛的喙齿拢真欠薄。伫保护伊的是一排一排的蓝，合起来就
风密密，一块一块贴做伙，连风拢钻袂入去，拢连做伙，连做一个，无人会当甲因拍开。伊拍骹手会射出光，伊的目睭亲像透早的日光，伊的喙吐出火焰，喷出火星，伊的鼻孔青烟，亲像大鼎在冒冒滚，伊的气会点到涂炭，有火焰对伊的喙射出，伊的红棍有力，拄着伊的拢惊甲皮皮喘，伊的巴肚肉结实，黏伫身躯，袂当甲伊震动。伊的胸坎定甲亲像石头，亲像石磨遐定。伊一日起来，勇士拢惊吓，惊甲失神。人用剑插袂入去，用枪、镖、箭嘛拢袂。伊看铁做干草，看铜做后去的柴，弓箭袂当甲伊吓惊赶走。伊看细细用的石头做草油仔，伊看棍仔做麦秆，汽车枪锵锵叫的声，伊的巴肚会亲像内的瓦片，伊行过的所在亲像铁皮白过的烂土，伊互深烟亲像大鼎冒冒滚，互海亲像在滚的油鼎。伊行过的路发光，受过的水拢去白泡，地上无一个受造物会当甲伊比，伊啥物拢毋惊。伊看见一切强猛的动物，伊是百兽之王。第42章，约伯应上主讲：我知你逐项拢会，你的计划无人会当阻挡。你问，什么人用无知的话，互我的旨意无明？我确实有讲家己无了解的话，这代志真奇妙，我无明白。请你听，我要讲。我请问你，请甲我指示。我前捌听见你，但我亲目看着你，所以我厌恶家己，坐伫真爱甲恢复顶忏悔。上主对约伯讲这话了后，对提曼人以利法讲：我对你甲恁两个朋友发生气，因为恁议论我，无亲像我的仆人约伯所讲的遐合理。但恁着牵7只牛犅、7只羊犅去我的仆人约伯遐，为家己献烧化祭。我的仆人约伯会替恁祈祷，我会接纳伊，才免我照恁的牛戆对待恁，因为恁议论我，无亲像我的仆人约伯所讲的遐合理。安尼，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玛人说法，照上主命令因会去做，上主就接纳约伯的祈祷。约伯替伊的朋友祈祷了后，上主予伊恢复过去的繁荣，照伊以前所有的颠沛予伊。迄时伊的兄弟姊妹甲以前熟悉的人拢来看伊，伫伊的厝做伙啉食，因为着上主所降落予伊的灾祸悲伤，搁甲伊安慰。逐个人送伊一块银，一个金环。安尼，上主赐福予约伯，予伊的环境比伊起初较好。伊有羊14000，
骆驼6000，牛1000对，女母1000。伊阁有7个囝，3个查某囝。伊甲大查某囝号名叫做亚比玛，第2个叫做基西亚，第3个叫做基人哈普。全地找无亲像约伯的查某囝遐尼水的女子。约伯互遮个查某囝甲因的兄弟平平得到财产。后来约伯阁食140岁，看到伊的囝、伊的孙到第4代，最后约伯食长岁寿，年老才死。诗篇第1篇，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行罪人的路，无坐亵渎者的位，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，每日夜读夜想伊的律法。这款人真有福气，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，叶嘛袂打去。伊所做一切拢兴旺。歹人就毋是安尼，伊亲像初起，互风吹散去。所以审判的时，歹人伫上帝面前徛袂牢，罪人伫义人的会中嘛是安尼。因为义人的道路，上主在看顾，歹人只有灭亡一条路。第2篇，列国是安怎在做声势？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在排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，要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王。因讲：咱来讲出压制咱的恶，切断捆绑咱的锁。上主坐伫天顶在笑，在天笑因的阴谋。伊生气，甲因警告，发生地互因惊吓。伊讲：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。王讲：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伊甲我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对我求，我就将列国互你做领土，将全地互你做产业。你要用铁拐甲因讲，亲像讲水飞去。众君王啊，着谨慎；统治者着接受警戒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惊吓屈服伫伊骹下，才免伊去圣地，互恁伫路中灭亡，因为伊会随时发生气。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，真有福气。第3篇，上主啊，我的对敌哪会遐多？遐多人起来攻击我，因对我讲：上主袂帮助你。毋过，上主，你是保护我的阵牌，我的阳光，你互我的头壳压画起来。我出声求叫上主，伊会对伊的圣山应我。我倒地，我在困，我精神，上主拢在保护我。就是讲有1000万人包围攻击我，我嘛毋惊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！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你有算我对敌的喙皮，有讲断歹人的喙齿，拯救对上主来，愿你赐福予你的子民。第4篇，为我辩护的上帝啊，我求救的时，求你应我；我困苦的时，你又甲我透放。但求你怜悯我，听我的祈祷。恁遮的人啊，恁将我的尊荣变做见笑，要偌久？恁以爱功夫追找虚假，要到第时？就知上主已经分别敬虔的人做伊家己的。我求叫上主，伊会听我的声。着惊吓，毋通犯罪。伫眠床
休困的时，心着安静自省，着献下上帝心意的祭，嘛着倚靠上主。真侪人在问，啥人会当互阮得到福气？上主啊，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阮，你互我心内有欢喜，赢过人得到真侪五谷甲新酒。我要安然倒咧困，因为只有上主你会互我安稳徛起。第5篇，上主啊，求你听我讲，在我的苦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听我求救的声，因为我对你祈祷。上主啊，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对你恳求佮听候，因为你毋是喜爱罪恶的上帝，邪恶你袂容忍。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，做歹的人拢是你所怨恨。讲白贼的，你要灭因；歹人甲奸诈的，拢是上主所厌恶。毋过，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会当入你的殿，心存敬畏，伫你的圣殿敬拜。上主啊，对着地长等我，求你照你的公义带我行正直的路。因的喙无老实，因的心恶毒满满，因的脑后是开开的梦，因的指咬破痛。上帝啊，求你定因的罪，互因含了家己的计谋，因为因背叛你，罪过真重，求你甲因赶出。所有找你做避难所的，求你互因欢喜，互因欢喜出声无停，因为你庇佑因。愿遐喜爱你的名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上主啊，你要赐福互义人，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，四面为因。第6篇，上主啊，求你毋通生气责备我，毋通发大生气责备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衰懒。上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日日准。我的心非常惊吓。上主啊，你伫时才要救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活倒转来救我的性命。求你因为你的慈爱拯救我，因为世人袂纪念你，伫阴府啥人会感谢你？我因为害害苍亚生。我逐暝流目屎，因我的面床，湿淡我的床铺。我因为忧闷，目睭拍歹，因为对得地罪，目睭花。恁做歹的人拢着离开我，因为上主有听见我啼哭的声，上主有听我的恳求，上主要接纳我的祈祷，我的对着拢会见效大惊吓，因为忽然见效彻底。咱今仔睇圣经在伫约伯记第39章到第42章，以及诗篇第1篇到第6篇。